美金近期先升後跌，整體非美貨幣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彈，後市我哋點睇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論外匯，今日係7月6號星期一，我係 Colly。過去呢2個禮拜，外匯市場嘅波動明顯加大，咁而驅動力咧主要係來自兩方面。其一咧就係聯儲局嘅利率路徑預期一路都好反覆，主要央行之間嘅政策預期分化都令到息差交易係再度升溫嘅。咁而另一邊咧就係地緣政治風險日價，依家仍然係未完全消散。咁對於美金嚟講咧，可以提高一個避險需求方面嘅托底。上個禮拜嘅前半段，我哋見到有多個聯儲局嘅官員係先後釋放咗啲偏鷹嘅信號，所以短線都推升咗美金。咁而對美國息口咧最敏感嘅貨幣 yen 字咧，就顯然係再度受壓。咁當時匯價咧對美金係一度逼近40年嘅低位，咁都反映翻咧其實市場都重新聚焦翻美日息差同埋啲套息嘅交易。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另一邊歐洲央行官員嘅講話咧就比較偏鴿喎，咁咧令到市場咧越嚟越傾向相信咧，其實今個月歐央行都唔會再加息㗎啦。咁呢一種預期層面嘅分化咧，就拉闊咗美歐之間嘅息差嘅一個想像空間。咁所以對於美金嚟講咧，都係形成咗一個階段性嘅支撐，令到歐羅咧喺當時依家整體嗰個風險偏好唔差嘅環境之下咧，其實個彈性咧其實都見到係好有限嘅。咁不過咧，見到美金嘅強勢去到禮拜中之後咧，咁就有個轉向啦。關鍵嘅轉折點咧就係美國嘅6月份就業數據全面爆冷，比較偏弱，非農就業新增職位遠低過市場預期。咁而且咧前2個月嘅數據都係被向下修訂，呢引發咗市場對於聯儲局加息預期咧係有所降溫嘅。咁而美金亦都開始咗新一輪嘅回吐。咁同期咧幾乎所有嘅 G10非美貨幣都有唔同程度嘅反彈，而其中咧 yen 紙同埋英鎊嘅表現咧就係相對突出嘅。咁而相關貨幣嚟講咧，亦都係喺風險情緒整體回暖嘅情況之下咧，都有所受惠。咁人民幣都唔例外啦，跟翻美金回落之後咧，咁見到人民幣匯價咧都係有所回升嘅。咁目前咧，雖然我哋見到美金嘅階段性上升嘅動能咧，似乎暫時就告一段落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都要留意翻市場對於聯儲局仍然有加息機會，同埋咧最起碼呢個高息嘅環境都維持翻更加耐呢一個預期咧，其實係冇消失到嘅。咁加上咧，環球個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咧，咁仍然會令到美金保持一定嘅避險溢價。咁依家中東嘅相關風險咧，其實係未完全消散，所以市場對於一啲突發嘅消息咧，仍然係好敏感。譬如啦，我哋見到最新嘅伊朗駐華大使就提到，德黑蘭計劃向一啲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嘅船隻收取一個新嘅服務費。咁雖然咧，其實美國已經係拒絕呢個提議㗎啦。咁但係呢件事嘅本身咧，其實都強化咗市場對於呢個區域摩擦同埋啲潛在供應鏈啊、航運嘅啲擾動啊、呢啲相關嘅風險嘅憂慮，咁都令到咧其實風險溢價仍然喺度情況之下啦。咁當波動咧間或升溫咧，其實美金嘅避險需求就好容易會被重新點燃。咁從而咧，其實都會限制咗美金嘅調整嘅深度啦，同埋速度嘅。咁如果分翻貨幣去睇嘅話咧，其實英鎊咧就係上個禮拜表現最強嘅主要貨幣之一。佢走勢咧顯然由6月24號前後，當時大概最低對美金係挨近10.3港幣水平咧，咁係反彈去到近呢2日最高曾經係見10.5附近嘅。核心嘅支撐咧，其實來自英倫銀行官員整體佢哋嘅表態咧都比較偏鷹一啲，好明確咁否定咗短期內去減息嘅可能性。同時咧，佢哋都指出英國嘅服務業通脹仍然係具有相當嘅黏性。咁相對於歐美咧，其實市場依家係開始更加認同英國可能需要維持翻更加高嘅利率一個更加長嘅時間。咁喺呢個息差冧同埋呢個政策預期雙重加持之下咧，我哋見到資金咧對於英鎊嘅資產配置意願咧，其實明顯有上升嘅。咁而政治層面方面啦，依家英國國內嘅不確定性咧，其實比之前嚟講係細咗啲嘅。咁市場依家對於佢嘅風險咧，其實憂慮都係會細咗，因為咧首相嘅熱門接班人貝安德咧已經係承諾嚟緊咧係會嚴格遵守一個借貸規則。咁一定程度上咧，其實都減低咗市場對於嚟緊換新首相之後英國嘅財政紀律可能會失守嘅啲擔憂。咁所以令到呢英鎊嘅風險溢價係有所收窄嘅。咁相比之下咧，反而歐羅嘅反彈咧，頭先提到就比較偏弱啲。咁根本嘅原因咧就係歐羅缺乏一個令到佢可以獨立上升嘅驅動力。咁一邊咧就係美國嘅就業降溫壓
低咗美金，咁當然係對於歐羅嚟講係利好啦。但係另一邊廂咧，歐洲嘅通脹都係同步回落，市場對於歐洲央行後續嘅加息空間咧，同樣係覺得嚟緊會轉鴿，咁都令到咧美歐嘅政策預期咧，咁就變成咗個同步偏鴿嘅情況。咁所以咧，歐羅就好難咧單靠美金回調而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咁而數據上啦，我哋見到歐元區嘅6月份通脹咧，其實已經降到去2.8%，咁明顯低過市場預期3%咧，都係進一步挨近央行目標水平2%嘅。咁依家市場覺得7月份歐央行再加息嘅機會咧，已經係去到30%樓下噶啦。咁短線咧都壓制咗歐羅嘅表現。咁不過咧，值得留意嘅係市場對於今年年底之前12月份之前咧，其實歐央行加息機會咧，佢覺得仍然係有一定嘅可能性嘅。咁仍然係超過70%啦。咁都令到歐元嘅中期咧有可能有一個政策面嘅支撐。咁但係究竟咧能唔能夠兌現咧，我哋就睇翻嚟緊歐央行嘅進一步信號啦，同埋咧咁區內嘅一啲通脹數字嘅最新表現啦。咁短線嚟講咧，相信歐羅咧係更加多會跟翻美金嘅節奏行嘅。咁而英紙方面啊，短線反彈咧更加多係由干預嘅預期去驅動。日本財務省同央行官員咧近期都密集咁口頭干預，警告如果英紙嘅單邊匯率咧係過分波動嘅話咧，就會採取行動。而更加值得留意嘅係咧，其實路透社有個新消息，咁佢就話咧日本官員咧嚟緊可能會逐步放寬以往預先向市場打招呼嘅做法，咁改做咧以一個更加針對性啦同埋偏突發嘅一個干預方式，目的咧希望能夠提高翻投機者去沽空英紙嘅成本嘅。咁呢個講法都令到市場對於沽空英紙咧更為係擔心嘅。咁而呢一個改變咧都有助去舒緩翻英紙嘅貶值壓力。咁但係咧你話要真係扭轉中期嘅趨勢咧，其實就並唔容易，因為始終英紙結構性嘅利淡因素仍然係存在，包括係美日息差仍然係好大啦，咁同埋日本嘅債務負擔咧仍然係好重嘅，依家規模咧已經接近去 GDP 嘅240% 㗎啦。咁呢啲都限制咗啲政策操作嘅空間，亦都令到英紙好難有一個持續升值嘅大方向。咁而嚟緊2個禮拜咧，最重點就係留意翻日本官方嘅表態會唔會再升級啦，咁同埋嚟緊咧會出現啲更加實質嘅干預行動。咁睇翻今個星期啦，市場嘅重要焦點之一就係星期三朝頭早紐西蘭央行嘅議息會議，市場目前對於加息25基點嘅定價咧已經超過75%。如果嚟緊紐央行一如市場預期加息，同埋喺會後咧繼續保持一個偏鷹嘅前瞻指一個偏鷹傾向嘅話咧，咁加上咧近期全球風險情緒短暫見到一個回暖跡象啦，咁所以都有望咧支持翻紐指咧繼續喺商品貨幣入邊咧係領先嘅。總括嚟講咧，市場依家咧仍然係主要由數據啦同埋央行嘅政策預期所驅動，美金咧更加大機會短期之內會係區間反覆走勢，咁而唔係走出一個單邊嘅大升啦或者大跌嘅趨勢嘅。咁而策略上咧，我哋就需要去同時管理翻息差交易啦，同埋風險溢價兩條主線，咁同埋都要緊貼翻去關注翻數據同埋央行嘅信號。今日大家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